翰福音3:27按樣人講到，係嚟殺蘇吉做壞事情，對鬧你講嘅路，咪意思啊？蘇吉做暗路啥，做壞事情啥，熱天嘅蘇吉你講係咪那真理路，對嘅路，有啲咪顯出嚟。嗱，所有人做暗嘅事情做唔愛生死。佢蘇吉嘅真理嘅路線，因為個佢蘇吉人看佢做出嘅，因為到佢講嘅壞事情，本人家知道，所以佢鬧你講路都係你真理路。嗱，約翰福音3:21節樣講到，係嚟殺做對嘅路，都嚟你講你殺。係嚟殺咁做對咁顯出嚟，熱天嚟到真理路嚟殺。嗱，為了咩呢？為了佢做出嘅每樣嘅問題啊，榮耀主顯出嚟，本人看，嗱，上帝嘅名都係榮耀上去。所以時間係講時間，所有時間寫緊你做講嘅路啊，做到對嘅路線啊，做到對嘅生死啊，時間唔驚人講緊，唔係講偷做，驚人啲，嗱，呢度暗路。係講時間做到講嘅路線，做到講嘅事情，時間就真啲路咗，熱天，時間心中你做到行到要平安，心中你要快樂，心中你要喜樂，但係呢，因為時間做到對嘅，唔驚呢一個暗，係咪啦？時間嚟到講你哋，阿門。